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杨淑晴。节目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羽球选手周天成今仔日摕到个人第3座台北羽球公开赛冠军，蔡总统也伫现场替选手加油。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郭台铭中秋节过后地去登记参选，不过郭阵营后人讲还未做最后的决定。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今仔日前往美国领事馆声援，另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今日透早伫香港机场被抓起来。新闻开始来看到台湾羽球选手周天成今仔日伫台北羽球公开赛成功捍卫主场，伫男单决赛已经摕到2局，无互南韩选手机会，得到生涯第3座台北羽球公开赛男单的冠军。前几场其实已经把自己的韧性给打出来了，所以在今天打的过程中，我面对对手我还是一样可以忍得住气，沉得住气，然后去守下每一颗球。这场冠军赛伫世界两有上万名的球迷在看比赛，蔡英文总统嘛伫现场担任单单决赛领卡笑的贵宾。伫加油声当中，周天成顺利摕到冠军，将奖杯留伫台湾。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周天成，只用37分钟就摕到冠军。周天成强调，纪录毋是主要，要追求目标。比赛就是专心投入，会继续保持安尼毅力甲耐性来挑战明年的东京奥运。继续来看到总统蔡英文要拼2020年胜选，竞选口号 Let's Win 画出2020年台湾要赢，希望会当团结，继续为台湾贡献，也搁荣耀献身美国这帮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不只有失言风波，也搁讲总统甲黄之锋无要见面，是因为民调悬，也搁讲香港政策要有一致性，安若无会搁较歹收煞。总统蔡英文以荣耀方式伫美国职棒大联盟大都会台湾日出现，介绍台湾文化甲介绍开球嘉宾蔡家，也受到现场侨胞热烈欢迎。蔡总统并认真，今马2020竞选口号也出来，画出2020台湾要赢，来自 win， 那赢得国际认同，更较要赢得人民的肯定。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啊，赢得2020的大选啊，那继续能够为台湾来贡献、来服务啊。那更重要的是台湾要赢。蔡英文拜六连续伫中部走行程，显见对中部选情的重视。配合到南投，日月潭是地走访甲店家互动，力推观光。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军方买 M1A2 战车是要拍巷仔战，也做出反击。也希望政治人物啊，在评论像军事这样的专业的议题的时候，也更要谨慎哦。M1A2 是有它的战略的考量。蔡英文呼吁政治人物爱讲话行为谨慎，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近来若有4言风波，也搁一直压了。七号暗时讲，蔡总统唔建议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是因为民调悬，认为两岸政策爱有一致性。不管是两岸或对香港的，还是要维持政策一致性，不然到时候会更麻烦，会更难收拾。郭文哲再度将炮火对准蔡英文，但不过认为家己毋是一直批评民进党，而是因为今嘛是执政党。若果是国民党也照开不误。对郭台铭传出中秋节后参选消息是无假讲，表示家己也无收到冰水饼，到时阵才看敢有厂抓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慷慨创办人郭台铭参选的意思，敢若愈来愈明确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郭台铭表示，当咧准备参选总统，更加传出中秋节过后就会去登记。不过，郭阵营澄清，郭台铭还无做最后的决定。面对拿赢的整合限日困境，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去新北市三重埔举行造势晚会，呼吁党内爱团结。
现场机海飘扬，高雄市长韩国瑜配合上报到新北市三中堡办造势暗会，因为今日发行抓风波，换路的声音不断。韩国瑜中道出席国民党新北市东部便当会时强调，家己不是圣人，有真济欠点，若讲比听话，就是中了对手拳头。当这个乌云整个把天空跟太阳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准备选举赢得胜利了。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的时候，那就怎样？我们已经离失败越来越近了。韩国瑜除了要求管城市，也爱面对南亚整合困境。根据日经新闻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头一摆表态，正在准备参选总统，传出中秋节后就会去登记申请。韩国瑜配合也告郭台铭发积地，板桥朱慧勇参拜，被解脱是慢跳卡的意思。也不过韩国瑜否认。回到我自己从小生长的板桥，所以来慈惠宫拜拜，没有跟谁别苗头的意思。团结未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郭台铭先生也说，其实做任何一样决定，他必须要谨慎去思考。那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好，只差决定这一步的话，那的确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敢要选2020，郭台铭定下有关无明确的答案，只强调9月17号前会有最后决定。也不过传出已经在为参选准备，可能由前行政院长王金平协助在北中南党设立竞选办公室。那正式宣布，现在还没有宣布就事情还没有成真要怎么合作？那看看后面怎么演变嘛。王金平甲郭正阳敢会合作，双方拢无讲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配合对郭台铭参选消息是讲，选总统只有一个人，无可能让每一个人去选，强调也在做努力，对国民党政客犹原抱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抗争行动继续进行，下晡香港人再次发起集会游行，前往美国领事馆。美国驻港领事馆代表接受请愿的批。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初次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对香港的问题做好准则。香港反送中示威者背后举着美国国旗，加唱着美国国歌，对中环的左大花园要一路行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不过游行迄阵下晡2点半才开始，有人提早就出来游行。香港警方这摆无强硬驱离，只是好好可抗。聽取警方嘅指示，由我哋去安排，俾我講埋先。由我哋去安排，確保大家係可以安全。有示威者控訴，這3個月來，示威者受到警方的暴力，所以因支持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加民主法案》，就出來對中國當局施加壓力。Hong Kong protesters welcome the passing of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2019。最後遊行隊伍來到終點，並且向美國領事館代表遞交請願批。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希望美方介入。美國國防部長馬慶艾斯培7號甲法國國防部長在巴黎舉行聯合記者會時陣，也公開呼籲中國應該對香港問題自我克制。And I think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ould obviously urge restraint and not to act and to kind of sit down and talk with the protesters and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That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馬慶艾斯培前一天在英國智庫發表演說時，講家己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陣，人就伫香港。伊質疑中國方面敢有遵守當初一國兩制所講的話例。而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6號是伫美國華盛頓一場中秋節慶祝活動，閣在講中國推動一國兩制堅定立場。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東方之珠本來就屬於中華民族。崔天凱強調，香港回歸中國20年來，正面臨上界嚴峻的局面。伊講，某一寡局勢想要將香港變樣亂，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絕對袂予這種計謀來成功。記者綜合報道。日前來台灣訪問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傳出今日透早佇香港機場被依照違反保釋條件，予人抓起來。不過有香港媒體指出，可能是法院將伊處罰到外地日子寫唔對，詳細情形也閣需要進一步了解。
另外，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3个月，警方的执法节界受到质疑。今日就有7例元朗冲突事件的伤者出面指控警方记载白衫人对市民的攻击，决定向香港警方提出民事赔偿。7号深夜，王家警署外口路边的火一直烧起来，现场有警方抓到长枪指向示威者，要一个少年互拍甲头壳飞出10楼。因为示威者不满8月31迄天，香港警察伫太子站的强势作为，以及有人质疑迄暗有3位示威者无派人以事被失踪，所以到王家警署加做地铁站去抗议。反送中运动以来，警民冲突不断，警方执法也抓来民怨。其中7月2暗时，元朗发生穿白衫的人举着棍仔，看到人就攻击事件。民主党议员是带着迄暗受伤的市民，指控警方涉嫌来暗砍这穿白衫的人，欠市民一个交代。一个本人想到当時也是感覺真恐怖。咁跟住就好驚，上到去唔知點算，想走又走唔到。係被啲黑社會分子無差別長時間咁去襲擊。我哋希望揾到呢個事實嘅真相。第二樣嘢唔單止係道歉，我哋民事索償去控告相關嘅警務人員唔履行職務，導致我哋咁多傷者身心受創。民主黨甲至少7名受傷的人決定向警務處處長提出民事賠償，並且希望查出迄暗經歷報訴的真實狀況來討回公道。不過對着警方執法問題，香港警立法會主席是認為未指責警員使用武力，並且以法國唔甲運動的死亡人數甲反送中做比較。同國際上同其他嘅呢個警隊比較，香港嘅警隊咧係克制嘅。係有專業嘅水平嘅。黃背心運動係死人嘅喎，佢死咗超過10個人嘅喎。反送中抗爭到即陣，儘管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例，示威者也繼續追究警方責任。而香港領域記者協會也發出聲明，針對拜六暗時警方在庫里隔庭對記者直接噴胡椒水、主動採訪來強烈譴責。記者綜合報道。台中市豐原區豐田里的零宿舍，為着慶祝關聖帝君入會3年，對初六開始2天的繞境活動。不過，暫時活動煙火放到半暝，和民眾不滿。台中市府環保局、消防局甲警察局3個單位佇現場開出超過40張的罰單。廟會繞境活動放高空煙火，攏是煙霧做引插人。繞境隊伍沿着豐原市區自6號就開始慶祝活動，頂頭來自全國各地人民輪流上陣，來到電信路的中廟前，佫開始放起成堆的煙火，一放就是7分鐘，附近民眾是受氣唔敢講。八條攏中跑啊，安尼，喂，你恐怖，喂在土拉區安尼放的烏煙，做迄紅的青迄去看你跑啊。當地里長表示，其實這幾天一直攏甲強廟溝通，不過對方攏唔聽勸。7號半暝到8號的透早，警方、消防也個環保局的人攏來呀，周邊也是控制袂掉。那個豐原的話，方圓10公里都還能聽到它的聲音，還可以看到它的煙火。那麼多的鞭炮，你如果發生之後，把它全部沒收之後，我們是怕這些年輕的朋友，我是怕會有衝突。台中豐原人宿舍為了慶祝關聖帝君入會安坐3年，自6號開始連續2天舉辦繞境活動。對周邊鄰里製造的困擾，廟方表示，因是在關北調頂頭。對迄個豐原市區的百姓者吼，較失禮些，迄炮叫買較少的，啊，因落來路線就炮愈買愈多，啊無放啊佫袂使啊，喺信徒攏算外地來行願的安尼。市場廟會繞境違反了環保的噪音管制法、消防的炮火煙火管制條例，以及警方開出的違反道交條例、並排停車甲社會法等，總計超過40張的罰單，相關恐驚面臨43萬以上的罰款。廟方表示失禮，也關於全數繳納。記者綜合報道。有水果之後稱好的山地進前禁止泰國進口來台灣，經過16年，現在總算解禁。初六原本有一批泰國山地進口貨櫃來台灣，但因為包裝無符合規定被退回，到伫初7有一批順利通過檢疫，嘛吸引袂少民眾來買山地。
民众排队就是为着买新鲜的山竹。大型超市表示，这次通过检疫的山竹，经过吹色处理，符合标准。头一批限量138盒，一透早就被买完，也有人特别对桃园来买。后续第二批大约1吨的货，会伫79岁，到时阵卖伫全台湾来卖。继续，咱来看嘉义的梅山乡太兴村，每年伫中秋节前后，因为渡鸟过境，大家拢有上万只渡鸟由北往南来迁移。阿里山风景管理处配合这个时间，推出四季地女秋季茶茶会。顺着气流伫溪顶生可能，嘉义县梅山太兴这个所在，行驶开到北路这段时间，黄头林就会经过这。而且因为这地理环境，当地人叫做是凤凰穴，所以黄头林飞过这的时阵，都万灵雕凤的特殊画面。每一种鸟的迁徙路径不一样，我们真的也没办法确切的了解它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会经过这个地方。就是说这边这个山谷有一个对流，他们在飞的时候比较轻松。太兴村这个时间，除了黄头林飞过以外，边仔阿庙溪水枪车嘛，因为阿管处甲边仔的步道建设完成，所以嘛，互民众有机会会当看到10外个水枪车所组成的奇景，甚至阿管处嘛利用这个环境，要来举办秋季的泡茶活动。伊的步道特别就是伫阿月溪无，这有故事，佫一点就讲本身迄个恢复咱本身看的都像咱的大量的九寨沟的形状，所以自然非常的美丽。我们的四季茶旅，其中秋季的秋季茶会，主场就是在泰兴，跟圆潭。那我们在秋季呢，我们主打的这个品茗的情境呢，是品茗在野溪畔，所以我们有官铺茶席，我们有非铺茶席。教育表示，照过去的经验，9月中以后是看黄头林同好的时机，出现的时间嘛是伫下晡4点到6点同齐。村长嘛讲，这的自然环境是因珍贵的资产。透过生态观光的推广，希望会因为太兴创造在地产业的发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屏东后壁湖海域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保育示范区，不过当地唱水业者今年自发性发起的净滩活动，发现粪扫当中游客等的树果分散比例是继续增加，希望垦管处可入垦粪扫桶。垦管处是表示，进前捌垦过粪扫桶，但是成效无好。大家手下拢摕着夹仔甲粪扫袋啊，伫海边伫捡粪扫。屏东后壁湖唱水业者发起当地净海埔已经15年啊，今年1月到即阵已经进行39摆啊，捡回3.8吨的粪扫。最多的垃圾数量呢，就是我们的吸管。那吸管相较于去年来说，已经足多了6倍的量。甲粪扫分类，除了过去常常看的塑胶片，还有塑胶管啊，这海漂的粪扫，业者发现塑胶树管甲分散今年比例拢更加提悬，研判大部分是游客乱扔的。伫南湾甲白沙湾一摆前海埔就发到清出上千的分散。这个海滩已经是我们很常去的一个海滩了，可是隔了1-2个礼拜，我们再去进滩的时候，竟然还是可以捡到这么多的瓶盖跟吸管，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后壁湖海域也是垦丁国家公园保育示范区，业者建议挖掘海埔加设粪扫桶，因减少粪扫陷到海内底，也毋垦管处依照过去的经验评估，效果可能无好。垃圾桶设的越多，那其实游客就不会把他的垃圾带离开，然后就会在垃圾桶里面，甚至于周边就会变成是一个脏乱的来源。垦管处讲，若是烟花来处理，人力成本也真悬，会评估多多设置宣导设施，也继续甲民间合作推动清理海埔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9月70是世界自杀防治日。卫福部统计，台湾国人的自杀人数最近几年整体有下降的趋势，但是24岁以下青少年自杀通报伫去年高达7000多件。专家指出，校园霸凌甲网络霸凌的问题，爱多加注意。
报联友来宣誓推动网络安全预防自杀。9月10号是世界自杀防治日，台湾自杀防治协会过去公布近年来推动的自杀防治工作，其中咱国自杀人数对2006年上最4400多人，经过自杀防治工作努力，近年来整体下降到3800多人。不过24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通报率依然真高，在去年统计人数有7000多件。每一天会有20位青少年有自杀的行为，严重被送医。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分享，在高三的时阵拄到同学自杀的亲身的经历，和老师甲学生遭受打击，却是也唔敢去问。那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说那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就一个结打不开，就这样子走了呢？自杀防治中心指出，自杀是多层因素造成，青少年在学校内底受到欺负，也搁在网络上受欺负，值得注意。也搁有精神科医师指出，真侪家长因为对自杀甲忧郁症无了解，也不爱互有自杀倾向的囡仔积极接受辅导。对自杀这个名词大家会觉得难以启齿。想说我们谈到自杀会不会诱发起研究？大概发现这个谈到自杀其实并不会增加他的自杀风险，反而让你更了解他。今年5月31号，自杀防治法3读通过，强化通报机制。另外，若是媒体无适当来报道自杀的新闻，也是讲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应罚10万到10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开始，健保每年的收支就开始不足，预估到今年底会扩大到400亿，传出2021年就起健保费率的压力。不过，健保署强调还未确定要起，但是会努力节流，希望会当卖起费率。因为2016年健保费甲补充保费双双来调降，根据健保署统计，对2017年迄年起，健保当年收支就开始出现不足，有估今年底扩大到400亿，将是近10年来单年上大赤字。这阵传出2021年会有起健保费的压力。目前为止，我们手上有的安全准备金的部分还有1950亿左右，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整个的部分呢，还是要等到时候当一年的前一年的部分呢，要看医疗费用全部的金额是多少，然后才会来谈费率调不调整。健保署强调，首要工作是执行，对推动分段药力加检验调阅平台了后，已经减少11亿1千万的重复用药，加9亿6千万的检查费用。希望节约效应逐年扩大，到最后卖来起健保费。不过，医界团体认为，推动加户总所得健保收费制度，采计一家的所有收入，临时现行敢若以个人薪水为主，这是健保应该改革方向。普通保费能逃的、能够拆账的，大家的手法越来越高明，那其实也收不到。此薪水足的，反而保费的费率又得要调高。那很多资本利得的包租公，各种有很多业外收入的，他其实也都不会被扣到健保费。医界会讲，现行制度对着固定薪水的人甲多管束家庭是无公平的。健保制度若是爱永续，互资源具备充足性甲稳定性。才法度改善医护人员伤过操劳的问题，互更加侪新药、新科技继续纳入健保，来促进医疗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回公路拓宽工程分段施工已经陆续完工，真侪路段变成4线道，车速提升，但是嘛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台东环境局大武分局不定期伫南回公路执行超速处提勤务，不过煞被民众伫网络地图表示做3眼提款机，但是大武分局表示，安尼颠倒会当提醒用路人驶车唔通超速。拍开谷歌地图，伫南回公路上出现一个3眼镭射提款机的地名，民众看了也真好奇。3眼镭射提款机什么意思啊？应该是测速照相机吧。这个地点是伫南回公路425公里大溪民水道附近，因为南回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拓宽成4线道，车速提升，也毋过嘛较会发生交通事故。台北警分局特别伫南回公路规划移动式超速处地勤务，使用新式镭射测速枪，测速距离上远会当到3公里，因为测速枪有3镜头，像3对目睭。所以被处理过的民众改叫做3眼镭射提款机，并且表示伫网络地图上。不过警方表示，安尼颠倒会引起用路人开车卖超速。经过本一肇事路段更能提醒大家民众减速慢行。
南回公路大部分的路段速限是60至70公里。台南县警察局统计，这个测速地点去年已经开出1500张超速的罚单。警方呼吁用路人要注意南回公路行车速限，适宜离开车。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做伙去香港看908基督会，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再会。